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关心这个俄罗斯侵犯乌克兰，这个战争来到第13天，真侪国家是来制裁着俄罗斯，俄罗斯嘛来展开着反击。俄罗斯的通讯社塔斯社发布着消息，讲因的政府批准一份对俄罗斯无友善的国家地区的名单。 台湾嘛，封列入去。行政院长苏贞昌甲外交部长吴钊燮再去讲，目前并无受到伤大影响。颠倒是这个塔斯社的新闻稿，伫台湾的后壁特别来注明讲，台湾方认为是中国的领土，也毋过1949年以后有家己的政府咧管理。 这是引发着网友热烈的讨论，讲台湾去互俄罗斯宣布独立了。 部长，我们是被俄罗斯列为不友善名单，莫斯科的两处该关闭。台湾关不住，互乌克兰关钱，互乌克兰的口罩嘛超过3亿国家日经制裁俄罗斯的行动。俄罗斯官方通讯社塔斯社表示，俄罗斯政府已经批准一份对俄罗斯无友善的国家和地区的名单。真侪欧美国家上榜，台湾嘛伫名单中，引起网友讨论台湾互俄罗斯承认是国家。 塔斯社的报道，搁伫台湾后壁写，方认为是中国领土。毋过1949年了后是家己的政府治理。前立委陈佩伟的面册写台湾头拄仔敢是用独立，应该会使写伫维基内底。2022 3月17，互俄罗斯承认独立纪念日。台湾是个国家，其实全世界 都知道。俄罗斯政府讲，若是俄罗斯的债务人和名单中的国家有债务关系，会使直接用卢布还钱，以俄罗斯央行公布的汇率为主，对台湾的经济敢有影响？我们跟俄罗斯之间的贸易总额量是很小的。我们收不到货款，那是全球性，因为有一那个俄些罗斯停止交易的啦。对。台湾继续声援乌克兰，伫台湾的乌克兰人的亲戚朋友，入境限制确认会使伫台湾待一段时间。这个当然是可能的，我们也正在协调当中。 我们要往这边走嘛，哈。也是。等待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对探亲有部分的开放，外交部都会用专案的方式来处理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